游街扯你裙子的事，算我不对。这次你扯，你走，我就脱光了。哎，你喏，这个是你说的？嗯，真无聊。大公主，裴思学来了。陈芊芊，你别跑了！芊芊，你这是？裴寒，我正与夫人嬉闹，见笑了。韩少君真是与花园城男子不同。既然少君身处花园，还是要改一改玄虎城男子身上的劣习。哎，我这本书，韩少君好好学一学。好好学学啊！学就学。哎，裴寒，你来的可真是及时，我有一大堆公文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你以后要是没事的时候，天天来帮我处理政务，好不好？花园城女子当政，男子插手，多有不便。这有什么？你又不是外人，走吧。哎，批阅公文算什么？我们少君从小批到大。裴恒他还没走啊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他们到底有什么好聊的？哼！思琴大人最近处决一例铁匠恶劣家庭暴力事件。蒋家铁匠其妻子长期暴打丈夫，丈夫多次申诉合理无果，终于忍无可忍暴打妻子，导致妻子心灵受到了冲击，不能接受被打的现实。依花园城法典做如下处罚：判丈夫5马分尸。这什么啊？这男女也太不平等了吧？这男子怎么在婚姻里一点保障都没有啊？在花园，男子3从4德是被写进祖训的。丈夫对妻子出手，是极重之罪。那也不能这么过分啊！先不说男女在家庭婚姻中本来就应该互相尊重，但说男子在社会地位上，那也都应该像你一样，不要因为性别而被区别对待。我不过是个特例，凭借的是我母亲已故裴思君的威名，城主的宠爱。还有你的婚约。不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你能成为花园城第一个男士私学，凭的是你的真才实学。在我心目里，真正男子就是这样的，有才识又不外露，待人温和，处事明理，而且还长得帅，简直就是男神。男神？啊，男神怎么解释呢？就是，让人接触到你、看到你的时候，就会不自觉地喜欢上你。怎么了？害羞什么？谢少城入台。啊，不是裴恒，你理解错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就是我说的那个喜欢，跟你想那个喜欢，它不是一种喜欢。你想那种喜欢。芊芊，你不必解释，我懂。
不太懂。少君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心急如焚了？略赌，无妨。属下刚刚打听过了，花园城政务繁重，他们一直忙到现在。少城主担心裴思学回去太晚不安全，就吩咐下人安排他在这儿住下了。原来我白忙一场，将他拱上少城主之位，不但没得他一句感谢，反叫裴恒有机可乘。少君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那就别怪我釜底抽薪了。威猛山剿匪之事，非少城主莫属。少城主刚刚任职，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。可少城主武功尽失，独自带军恐有危险。依我看，不如派二郡主。那就让少城主带上韩少君。韩少君武艺高强，足以保护少城主。然后两人一路内讧，直到威猛山。此前游街一事，难道还不够丢脸吗？夫妻吵架是寻常事，也许趁此机会，两人经历一些事情，感情更和睦、更甜蜜了呢。城主，您觉得呢？芊芊确实也该历练历练了。桑琪，下令着少城主前往威猛山剿匪，韩少君也一同吧。是。城主英明。啊，真的要我去啊？那就辛苦少城主携少君走一趟威猛山了。少城主，你这是？我不去啊。为什么？有我在呢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就当是去游山玩水。我又没有打仗的经验，再说了，要这差事办砸了，岂不是拖累威猛山下的百姓了？这种大事就应该找楚楚的呀，本来就应该他率军剿匪，一战成名的。我看你们少城主就是想跟裴思学一起批公文。瞎说什么大实话呢？看来少城主心里只有裴思学呀。威猛山山高路远，就不怕韩某在路上结识哪家小姐，不回来了？就凭你，我陈小千卡在自己剧本里只有2个任务：第一，活下来；第二，撮合韩硕跟楚楚，推动故事到大结局。现在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了，那就剩下让我去剿匪可以，但是我得带1个人。不行，楚楚。啊，城主有令，城中人士皆听少城主调遣。子睿，去请2郡主楚楚一起剿匪。是。